在呢個2010幾年就已經係3、4年啦。在今年上兩個月咧，突然間咧，我膽囊炎又兼埋膽結石，連埋個膽管都有咗。佢最後咧，膽結石咧，不論個人邊度哪某個部分結石咧，佢痛得好犀利嘅，痛得係好犀利嘅。打車叫佢就到人民醫院嗰度，到人民醫院嗰度去檢查，就去照咗佢啊彩燒啊、磁共振啊，咁確定呢我個膽咧有個石甩咗落個膽管嗰度。嗰啲主任醫師咧，佢就同我講：你呢個咧最好我同你咧做手術，把個膽都割掉，連埋個管都割掉。咁最後我咧就話咧唔好割啦，因為我呢個膽結石咧係已經20幾年，在醫院嗰度話消炎啊，好辛苦。入醫院直至到1個禮拜都唔俾你飲一啲水，亦冇食過飯粥，乜嘢都冇食嘅。佢話食落去啲好痛。恰好我個仔咧就聯繫到咧張老師，嗰個張松九老師。我一到嚟呢度咧，所以嗰啲馬上張老師就向我哋做手術。有個膽部位咧，就去做手術。做咗手術同埋發咗氣之後咧，第2天啊就覺得舒服多。待到張老師呢度咧，大概有五六天啦，好舒服。不論係心臟病，不論係冠心病又好，膽結石又好，好舒服，好舒服。膽結石咧，亦冇俾我提心吊膽，食多啲，就胃口又開啲都冇所謂。心臟咧又比較個冠心病咧，亦冇有乜嘅跳同埋暈嗰種現象，所以咧我應該多為張老師點讚，感謝佢哋。